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今日個話題咧比較沉重啊，就係講打仗。咁最近咧就好多新聞就話咧，中共會喺2027年前咧就會攻打台灣啦。咁樣網上面就有好多嘅新聞啊 ，Threads 上面有好多嘅討論都係講緊呢件事啦。最近嘅氣氛係比較凝重啦。咁最近咧我都睇咗呢個零日作戰嘅前導預告。咁咧佢係有一段咧就係喺淡水拍嘅，嗰個畫面就係咧係一對情侶喺個馬路度踩緊單車，然之後後邊就有好多軍車駛過啊，跟住就有防空嘅警報咁啊。咁其實拍攝嗰個場地咧就喺淡水，喺屋企附近嘅嗰個地方咧係我成日去嘅。咁所以咧我睇到呢啲新聞同埋呢個零日作戰嘅前導預告嘅時候咧，就突然之間咧好有感受，就覺得呢件事咧好似好近咁樣喎。大家同我一齊想像下一個畫面。就係咧有一日你玩緊手機或者睇緊新聞嘅時候，收到警報就話中共正式侵略台灣，又或者你行下街嘅時候咧，聽到防空警報，就又唔係萬安演習喎，咁嗰刻你會點做咧？除咗嗰刻去防空避難處避難之外咧，咁之後你會點做咧？我諗到呢兩個畫面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完全唔知點做嘅，我係完全冇概念嘅，因為我係冇當過兵。我嚟咗台灣5年啦，我嚟台灣嘅時候咧，我已經係過咗要當兵嘅年紀嘅，所以我係冇當過兵，我亦都咧係冇上過任何民防課程嘅，我只係參與過一次萬安演習，就係喺街邊聽到防空警報嘅時候，你要匿入啲大廈啊，或者匿入地下室嗰個萬安演習嘅啫。咁就唔似得台灣嘅男仔會當過兵啦，或者台灣人讀書嘅時候咧會參加個民防課程，有基本咧戰爭嘅概念，知道戰爭嘅時候大概要點做啦。我哋啲新住民咧係完全冇相關嘅概念同資訊，我自己係完全唔知應該點樣做嘅，亦都想像唔到當戰爭嚟嘅情況係點樣樣咯。咁呢條片咧就先唔會評論我擔唔擔心會有戰爭啦，亦都唔評論我覺得中共會唔會成功入侵台灣啦。主要係分享一啲咧我對於戰爭前嘅準備嘅一啲諗法咯。咁最近咧我係做咗好多嘅想像戰爭嘅時候究竟會係點樣。咁戰爭之前應該會有啲預兆噶嘛。咁第一可能好多外國人會撤僑啦，喺台灣嘅外國辦事處嘅人會離開台灣啦。咁另外就會好多政客同埋商人會安排佢哋嘅家人離開台灣啦。你又會見到中共開始會喺岸邊去集結軍隊啦。咁唔係話打就打噶嘛，你個戰爭前嘅準備噶嘛。咁見到呢啲預兆嘅時候，你又知道大概即係戰爭可能會發生啦。我想像我見到呢啲預兆嘅時候，我就諗我係咪要走呢？假設要走嘅話，我發覺其實我係走唔到嘅喎。咁因為人咧買張機票就可以走噶啦嘛，我可以即係買張機票返香港，我亦都可以去英國咁樣。咁但係人走到啫，我買張機票就走到啫。咁但係我啲貓貓狗狗走唔到噶嘛，阿信信正正阿斑比係走唔到噶嘛，佢哋要搭飛機嘅手續係好繁複噶。我哋嗰時帶阿信阿正過嚟台灣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搞咗差唔多大半年，佢哋先可以嚟到台灣。所以咧，其實如果我係要決定走嘅話，我係咪要呢一刻就要幫佢哋搞手續咧？因為話2027年前打嘛，仲有1年半嘅。咁我咪而家開始搞佢哋搭飛機嘅手續，等佢哋可以隨時搭飛機可以走咧。假設我已經辦好佢哋可以搭飛機嘅手續，可以隨時走啦。咁但係當我見到呢啲戰爭前嘅預兆嘅時候咧，其實我覺得係上唔到飛機嘅，因為嗰時帶阿正阿信嚟嘅時候咧，要 book 機票都好困難嘅，因為動物咧係要坐cargo 嘅，即係要喺嗰個生物行李艙。咁一架飛機咧得2-3個位嘅啫，你要 book 到機票咧都極度困難。所以你見到預兆嘅時候先開始 book 機票走咧，到你有飛機嘅時候咧，應該開咗戰嘅。阻大家1分鐘，俾我賣個廣告，翻嚟再講。唔知大家係咪同一樣中意打機，而且會透過網上平台去買 game 嘅？咁我自己透過呢啲網上平台買 game 嘅時候咧，我一定係會打開 Surfshark 嘅 VPN 嘅，因為咧佢可以加密我嘅上網資料，防止黑客咧偷透我嘅帳號密碼同埋信用卡資料，咁就唔使驚人盜用我嘅信用卡，蒙受金錢上面嘅損失啦。除咗保障上網安全之外咧，Surfshark 嘅 VPN 咧仲可以轉地區嘅伺服器，咁就可以解鎖咧某啲遊戲嘅地區限制，即使喺外國都可以同香港嘅 friend 咧連線打機啦。Surfshark 有一個好中意嘅功能咧叫 Clean Web， 佢可以幫我阻擋廣告、追蹤器、惡意軟體同埋網絡釣魚嘅，咁咧我就可以安安全全、舒舒服服咁上網，唔再咧俾廣告去滋擾我啦。重點係咧 Surfshark 係一個 account 俾無限裝置去使用嘅，我全屋嘅手機啦、電腦啦、iPad 啦都裝晒 Surfshark 嘅 VPN 嘅 ，CP 值真係超高。咁如果用我哋嘅優惠連結 surfshark.com/士多貓 TV 或者優惠碼士多貓 TV 咧，就有額外4個月嘅使用期限。快啲撳入去資訊欄裏邊嘅連結，一齊體驗咧更安全自由嘅網絡世界。所以你見到預兆嘅時候先開始 book 機票走咧，
到你有飛機嘅時候咧，應該開咗戰嘅。到開咗戰嘅時候咧，就唔會炸得到啦，因為台灣係一個島嚟噶嘛。咁你即係海域同空域都已經係交戰狀態，咁你點有飛機或者船去離開台灣咧？所以到時咧係好有機會走唔到嘅。咁啊，當我真係走唔到啦，咁戰爭開始咗啦。咁開戰嘅時候，第一波就應該係空襲啦，咁就要遠離嗰啲空襲嘅地點啦。咁就可能係總統府附近要遠離啦，軍營附近要遠離啦，電廠附近要遠離啦。咁跟住你就要匿入去嗰啲防空避難中心啊嘛。防空避難中心我知道喺邊度嘅，其實所有咧新大樓樓下嘅停車場都可以做防空避難嘅，學校都可以嘅。咁喺淡水呢啲咁熟悉嘅環境咧，我係好快就可以避到難嘅。咁但係如果去到台北，其實我唔知我可以匿去邊嘅，因為台北咧咁多舊樓，衰啲講句，隔離起緊樓嘅時候，棟樓都可以冧嘅。如果飛彈嚟嘅時候咧，你匿入嗰啲樓度咧，即係好有機會會冧咯，我覺得。所以如果我喺台北又係啲比較舊嘅區嘅話咧，我係唔知道我應該匿去邊度嘅。咁空襲就會持續一段時間啦，咁你嗰時外出就會好危險啦，咁所以你屋企就要預備一定嘅糧食啦。我係完全未預備好㗎，我屋企係冇任何嘅糧食嘅。我諗如果呢刻咧就打緊仗嘅時候咧，我屋企嘅糧食咧只係可以捱到一日嘅啫，跟住就冇嘢食嘅落屋企。咁所以假設我而家要去預備糧食嘅話咧，要預備幾多咧？因為咧其實空襲嗰段時間係唔知幾長㗎嘛，即係幾日、幾星期、幾個月。俄羅斯打烏克蘭而家打咗成年啦，所以其實我係唔知要預備幾多嘢食嘅。咁當我預備嘅嘢食晒嘅時候咧，我又要去邊度去攞政府嘅食水同糧食嘅補給咧？呢個我亦都係冇任何嘅常識同知識嘅。咁空襲之後就得兩個結果嘅啫。第一個結果就係成功抵抗，即係擊退咗外敵啦咁樣，咁啊皆大歡喜啦。第二個結局就係打輸咗，咁對岸嘅軍隊就開始登陸啦。咁登陸之後就會係城市戰同巷戰啦。之前都有新聞咧，中國喺蒙古嗰度咧起咗個總統府嗰個區域嗰個城市出嚟啊嘛，1-1嘅，即係準備咧係會打呢個城市戰嘅。咁如果真係發生呢個城市戰、巷戰嘅時候，我應該點做咧？我應該去邊咧？我係咪應該走難咧？咁我係完全冇任何嘅概念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問咗 ChatGPT， 如果戰爭發生嘅時候，我係要點做？咁咧 ChatGPT 係教咧要喺72小時之內離開北部，要去中南部嘅偏鄉，因為根據佢講啦，北部將會係戰爭嘅重災區嚟嘅，因為政權嘅中心就喺台北啊嘛。咁所以佢就教我咧要喺72小時內要離開北部，去中南部嘅偏鄉。咁但我就諗啦，平時年假嘅時候，台灣塞車都塞到5-6個鐘都落唔到台中台南啦，咁喺戰爭嘅時候咪更加塞咯，所以我去到嘅機會咧係好低嘅。我覺得好有機會咧就係塞咗喺中間，唔上唔落，走唔到嘅，就停咗喺個馬路中間咯。真係假設我好叻咁可以揸到去台灣嘅中南部啦，咁去到之後我要點做咧？我係新住民嚟噶嘛，我唔係喺台灣出世噶嘛，我唔會有中南部嘅親戚可以接濟我嘅。我揸到架車落去，我喺邊度咧？我係咪要紮營瞓咧？我係咪要瞓喺架車度咧？咁你戰爭唔知幾耐噶嘛？咁我要喺架車度或者紮營紮幾耐咧？就算落到去，我都唔知我可以點做咯。所以諗咗咁多 scenario 之後咧，我係發覺我自己咧係完全未預備好面對呢件事嘅。咁所以我就上網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。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，我就揾到一本嘢，就係咧國防部出嘅呢個叫全民國防應變手冊。咁呢本手冊咧，我係之前冇聽過，我係上網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先見到嘅。呢本嘢咧係講咗好多戰爭嚟臨嘅時候嘅相關知識嘅，譬如好似戰前你平時要有啲咩準備啊，緊急避難要準備嘅嘢啦，譬如係防災包啊，你要約定屋企人嘅一個緊急會合地點啊，亦都教你要認識一啲重要嘅地方，譬如防空避難處啊，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咁樣啦。咁仲要教你點樣去分別正確嘅知識，因為打仗嘅時候咧就一定好多假消息用嚟擾亂民心軍心噶嘛。咁就教你點樣去分別正確嘅知識啦。咁亦都會教你點樣去分別敵我啊，即係台灣嘅軍人係着咩衫，對方嘅軍人係着咩衫。其實我未睇之前咧，我都係唔知嘅。咁仲會教你一啲戰場維生嘅一啲方法，譬如停水停電要點做，譬如喺邊度攞食物同食水嘅配給等等咯。咁仲有會教你好基本嘅戰場危機處理，譬如遇到飛彈啊，遇到火災啊，遇到爆炸物啊，遇到敵人嘅時候應該點樣做，佢都會有好基本嘅講解咯。呢份嘢係有40幾頁嘅，咁所以咧我覺得在台港人咧真係要 download 定睇睇佢，有備無患。我有問過 ChatGPT 嘅，
佢嘅分析咧就話成功侵略嘅機會咧係好低嘅，係低過10%嘅。咁因為台灣係一個易守難攻嘅地方，而且台灣嘅武器咧都係算係好精良嘅。咁我自己都係咁判斷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反而咧係要呢一刻咧係要小心認知作戰咯，唔好散播一啲恐懼同不實訊息，覺得台灣輸緊㗎啦，我哋冇得打㗎，打唔贏㗎啦咁樣嘅訊息咯。咁但係有備無患，居安思危係好事嚟嘅。咁所以咧接下嚟咧，我估我係會做幾件事嘅。第一，我就會上急救課程，咁啊真係唔好彩打仗嘅時候受咗傷，都可以救到身邊嘅人或者救到自己嘛。咁第二咧，我就可能會上民防課程啦，咁就學一啲正確嘅戰爭嘅知識，可能係一啲無線電嘅操作啊，喺戰爭裏面點樣分別真假嘅信息啊，一啲正確嘅求生知識等等啦。第三，我就會準備防災包同糧食咯。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拍俾大家睇點樣去準備防災包同埋糧食。冇人想打仗啦，有備無患，居安思危總係好事嚟嘅，所以我先會去做以上我講嗰啲嘅預備咯。以上就係我呢排諗到嘅嘢啦。咁唔知大家有咩睇法？特別係咧都想知道其他在台港人有咩睇法，都可以留言分享。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，記住留言、按讚、訂閱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